Hello，你好。邊位啊？你好，我哋呢邊係華潤集團睇電話你，今次打俾你係想邀請你下個週末參加我哋廣州以及珠海嘅房產考察團，全程2日1夜，提供3餐以及酒店住宿，想約返你下個週末過嚟參加我哋嘅團，我哋喺羅湖口岸有羅花車接送，請問你係幾位過嚟？好啊，我都有啲興趣㗎。喂，我好多朋友都有興趣喎，你招唔招呼到我啊？招呼得到㗎，咁你係幾個人過嚟？你一架車裝幾多人啊？一個車裝40人。幾十人係嘛？40人啊。40人啊，咁就安排一架車俾我得㗎啦。好。啊。